钓鱼是我读研究所的时开始的，读博士班了就无时间通钓，一停就是26冬，一直到最近才去开始。自我10岁的时阵，阮老爸就因为开刀，倒在床顶。老爸过身了，妈妈诊断有失智。为着要照顾我妈妈，我只好把工课停落来。其实讲照顾妈妈，主要就是陪伴尔啦，其他拢是逐工生活的小可代志，亲像准备药啊、陪伊讲话啊，还是传物件好食。有时阵就爱阻止我妈妈看电视，黑白乱买啊。妈妈的失智，互我感觉上困扰的，毋是袂记代志，上恐怖的是愈来愈固执。所以安怎顾正拢袂互阮请人。厝里看到剩我一个人还袂结婚，只好把全部的代志拢担落来。为着照顾妈妈，我嘛无法度正常的食头路。所以我伫厝里，我就找一寡较爱做的代志，亲像我爱看册、种一寡花、画图、饲鱼，就亲像一个退休的老人同款。自读博士班，甚至出国读册，拢是一个人生活。一个人日子我已经惯死啊。10岁开始就咧照顾厝里的病人，你讲袂完，迄是讲骗的。问题是万分敢有啥路用？日子嘛是要继续过咧。5当前，我改导做导演，请你问我家己，什么是好演员？一个角色无一定是演员伊想要搬的，就算是伊无介意的角色，好的演员就会甲伊演好好。咱嘛无尽心甲伊演好好，导演就会要求伊伫顶来。即马我就亲像接到一个需要照顾妈妈、人生卡关的角色，去反对这个角色无路用，只要甲目前的角色演好好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天公伯这个导演会互我去接到完全无同的角色。